手法層出不窮。我都係想趁暑假揾下錢啫。唔想俾人呃，就要學識點去防範騙徒。防騙第一招，切勿借賣銀行戶口。無論任何情況，千祈唔好借出或賣出自己嘅銀行戶口，咁就唔會俾人用作非法用途。防騙第二招，小心超高薪招聘廣告。標榜住無需技能、高薪回報嘅招聘廣告，要特別小心，揾錢邊會咁容易？防騙第三招，管理好個人銀行資料，妥善保管好自己嘅賬戶號碼、提款卡同埋網上理財密碼，切勿隨意透露俾其他人知。唔好因為心急揾工就誤信騙局，仲有幾種針對求職人士嘅電騙類型。銀行公會提提你，學識防騙攻略，免招損失有保障。